創世記第41章，過了2年，法老做夢，夢見家己徛佇河的邊仔，有7隻牛母對河內起來，佫水佫臃腫，佇路竹中食草。隨後佫有另外7隻牛母對河內起來，歹看又佫瘦肥巴，甲迄個7隻牛母同徛佇河的邊仔。這歹看佫瘦肥巴的7隻牛母，才進了迄個7隻佫水佫臃腫的牛母，法老就醒了。然後伊又佫困，第2擺做夢，夢見一丛麥仔，生了7個麥穗，佫水佫飽滿。隨後佫生出7個麥穗，佫瘦，親像雨東風吹甲草火焦。這個瘦的麥穗吞了迄個7個飽滿的麥穗。法老醒了，原來是一個夢。到了第2日早起，法老心內不安，就找人調了埃及所有的術士甲博士來。法老就將夢甲伊人講，卻無人會當予法老圓滿的解釋。迄時，酒官對法老講：“我今仔日想起我的罪來。之前法老起哄我甲神長2人，將我人關佇護衛長屋內的監內。我人2人同一暝，逐人做了一個夢，每一個夢攏有意思。佇監內有一個希伯來的少年人，是護衛長的僕人。我人將夢甲伊講，伊就替我人解說。是按照逐人的夢解說的，後來就親像上甲伊甲我人解說的成就了。我倒轉做官，神長就調起來。法老馬上派人去調約瑟，帶伊出監。伊就剃頭、扣面、換衫，入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對約瑟講：“我做了一個夢，無人會當解說。我聽見人講，你聽了夢就會解釋。”約瑟回答法老講：“這個無佇我，上帝必定將平安的話回答法老。”法老對約瑟講：“我夢見我徛佇河的邊仔，有7隻牛母對河內起來，佫水佫臃腫，佇路竹中食草。隨後佫有7隻牛母起來，佫瘦肥巴佫歹看，佇埃及遍地。我毋捌看過安尼無好誒。這個瘦肥巴佫歹看的牛母，才進了迄個之前7隻肥的牛母。食了以後，卻看袂出來，一人的樣貌仍然甲之前相款。我就醒了。然後我佫做另外一個夢，夢見一丛麥仔，生了7個麥穗，佫飽滿佫水。隨後佫生了7個麥穗，佫瘦佫孤單，親像雨東風吹甲草火焦。這個瘦的麥穗吞了迄個7個飽滿的麥穗。我將這個夢講予術士甲博士聽，卻無人會當甲我解說。約瑟對法老講：“法老的夢乃是一個，上帝已經將所要做的代志指示法老了。7隻好的牛母是7年，7個好的麥穗也是7年。這個夢乃是一個。迄個隨後起來的7隻佫瘦肥巴佫歹看的牛母也是7年。迄個空空予東風吹甲草火焦的麥穗也是7年，攏是7個奇遠的年。這就是我對法老所講，上帝已經將所要做的代志顯明予法老了。埃及遍地必定有7年的大豐收，隨後佫要來7年的奇遠，甚至佇埃及全地攏袂記了之前的豐收，全地必定予奇遠所滅。因為迄個以後的奇遠過頭嚴重，人就袂記了之前的豐收。法老做的這兩個夢，是上帝所明定要發生的代志，而且真正緊就要發生。所以法老就競選一個有聰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伊治理全埃及地。法老佫就派人管理這塊地，佇7年豐收的時陣，抽出埃及地的5%，叫迄人將7年豐收的一切糧食甲五穀收佇逐城內做食物，歸佇法老的手下。所以這群的糧食會當方便埃及地將來7年的奇遠，
免伫即块地互基方所灭。法老甲伊一切的大城甲仆人，拢看即个计划真好。法老就对伊人讲：咱人敢会找着另外一个人，亲像伊有上帝的灵伫伊的内头吗？法老就对约瑟讲：上帝既然将即个事指示你，会当看见无人会像你安尼款有聪明有智慧，你会使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拢必听你的话。只有独独伫宝座顶面，我比你大。法老阁对约瑟讲：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透露伊砍因的手指，戴伫约瑟的手顶，阁互伊穿起西麻布的外袍，将金链戴伫伊的颔棍顶面，阁叫约瑟坐伊扶手的车。有人伫伊的面前向众人呼叫讲：归落！安尼，法老派伊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对约瑟讲：我是法老，伫埃及全地若无你的命令，不准人家己大主大意。法老赐名予约瑟，叫沙法拿德巴莱亚，阁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查某阿西拉予伊做某。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阵30岁，伊对法老的面前出去，行遍了埃及全地。大伫7年的丰收内面，地的出产特别丰盛。约瑟积存埃及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伫逐城内，逐个城四周围产地的粮食，拢积存伫本城内。约瑟积存的五谷真济，亲像海边的山，超过所会当计算的。饥荒的年还未来到之前，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查某阿西拉，予约瑟生了2个后生。约瑟予大后生名叫做马拿西，就是予伊袂记的意思。因为伊讲：上帝予我袂记了一切的困苦，甲我爸的全家。伊阁予第2后生的名叫做以法莲，就是予伊昌盛的意思。因为伊讲：上帝予我伫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埃及地的7个丰收年一过，7个饥荒年马上就来到。就亲像约瑟所讲的，逐个所在拢有饥荒，独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一直到埃及全地有了饥荒，众人向法老哀求粮食。法老对伊人讲：你人去约瑟迄落，凡伊所讲的，你人拢要对条做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，约瑟开了逐位的仓房，将粮食卖予埃及人。因为伫埃及地饥荒真大，逐个所在的人拢来到埃及，甲约瑟买粮食，因为逐位拢有严重的饥荒。